哎，来，大家紧来哦！哎，我来做阮全家有智慧的粉丝哦，甲阮起赞就可以啊啦，嘿嘿嘿。可以啊。嘿。请问，什么蛙哥讲的蛙哥是什么呢 ？A， 伊是使较文雅的讲法；B 是喙烂啦，吼；C 是台湾传统的食物。哦，这真正吼，蛙蛙哥是啥物什么蛙哥咧？蛙哥，我感觉是头一个。恁感觉？专属通过。大家拢感觉是头一个对哦。啊，你来出趣味。同意啊。是安怎恁会感觉是迄个？对啊。你讲因为这敢若是骂人的话。因为啥物啊？啥物蛙啊，无你是啥物蛙哥啊？啊，无袂当讲无你是啥物哎，对，应该是安尼啦。确定。确定。啊，啥那叫做屎？其实屎伫咱台语内底拢是较无路用的物件，譬如讲目屎，哈，还是薰屎，啊，搁有你这样讲话就搞话屎，哈，啊，即摆你讲迄是啥物碗糕啊？可能讲你讲迄是啥物废话啊，无路用的话啊。所以是尾啊。对，啊，所以迄碗糕一般咱来讲是你做这是啥物碗糕啊？拢是较无效啊，较歹的物件安尼。